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嘉义县甲嘉义市的界溪八种溪，这个溪水溢出来，结果水上乡、鹿草乡等等地势较低地区拢做大水。消防队是出动着手灵艇，一号一号去救援，总共救出着10外个人。 在地人在树林船伫消防人员的协助下，总算打着土。凯比风台伫嘉义县落大雨，造成八江溪水涨大水溢出来，附近的庄仔头、道路拢淹水。其中嘉义县水上乡的义兴村水淹一楼悬，真侪人拢无法度出来。哦，内底是淹偌悬啊？到家有啊，越来越高了，越来越高，所以在里面很危险，就是赶快撤出来啊。对。哦。东西搬也越来越高了。最后由消防人员出动手灵船，前后有锁啊撩水，确保民众安全，将人救出来。 大家可以看到，像我后方呢，其实原本是一条可以由汽车通行的道路。那不过由于说巴掌溪的溪水呢是整个暴涨一体了，之后呢也抽水来不及，因此是整个溪水是暴涨淹没了我们的这个道路哦。 柳新村嘛，因为八江溪涨大水，抽水站未付抽地区美上美社区嘛拢淹水。消防人员继续去找，就是要确保所有人拢顺利救出来。但是目前呢，还是有部分的居民，就是他们选择是留在家里，他们觉得水位可能是还没有那么危险的。那村长有紧急请他们就是水电的部分都先不要使用。 虽然凯比风台已经离开台湾，不过依然继续伫落大雨，在地人只望讲风雨赶紧停，才会当好好啊整理家园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